聽講呢度嘅點心好好食啊，究竟係咪咁呢？我哋一齊探討下。你係點樣去知道呢間點心嘅？行過咯，同事行經過咧睇到咧，第一次嚟呢度食，他們第一次來這裡，咩好蝦米啊，星期六咧有特色啲㗎，特色咁嗌，特色咁嗌。我係中意食雞腳排骨都唔錯啦，呢個嘢幾好食啊！沙包我說很多好，大致上全部都好吃。燒賣也不錯的，還有雞腳好吃一起。有隻隻都好食。10分你俾幾多分喺呢度？幾多分？OK 啊，真係好食喺度。8分。我要站下他們，他給我們拿號碼，因為我去別的點心哦，我不要站在人家桌子旁邊那邊搶位置，所以跟人家食緊嘢你又企住嗰度，你好似食得唔安心埋啊！咁我哋安排個位係好好㗎。我買嘅時候先知唔差。哇，正嘅啲嘢，正咗好多。蒸嘅嘢我哋比較出名係帶子米啊、鮑魚奶啊、醬鯪魚啊，之後蝦餃燒賣呢，我哋全部自己包。炸嘅係蝦卷啊、蝦角、tradition 都係比較多人嗌。跟住我哋仲有好多啲比較特別啲㗎假期啊、包大概會比較突出啲嘅嘢。上湯鮑魚芋頭啊、多春魚啊，6點半開到2點。呢間點心樓你又試過未啊？未，記住你呢度排隊咯，拜拜。